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初9，旧历的闰4月18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明仔载高温增强，全台翕热，爱严防热伤害。明仔载就会来恢复到翕热的天气，大家要注意防日头晒，加啉一寡茶水。这个6月嘛是热伤害的高峰期，婴幼儿甲老大人早起10点到下晡的2点，尽量莫出门。劳工朋友伫咧高温的场所咧做事。逐工唔通超过6点钟。另外，这个第2号的风台敢会成型呢？气象局讲，这个热带的系统拜5、拜6通过菲律宾，会甲外围的水汽带起来台湾的东南部。这个系统目前是持续咧增强，无排除有变做风台的可能。出门爱早线，天气真正足热的。虽然唔知影讲黄山啊雨到底会阁落袂，但是雨面已经向北徙移。台湾附近的水汽较少啊，规港敢若有宜兰，阁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可能会落雨。拜3和拜4这2天的天气拢真翕热，全台湾拢是安尼。而明后2天，太平洋高压势力就比较强，会影响我们的天气会比较稳定。预估明天各地几乎都可以看到阳光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。6月嘛是热到的高峰期，着山死亡的比率有3成左右。红婴仔和老大人早起10点到下晡的2点，尽量莫出门。劳工离温度较悬的所在做工课，逐工莫超过6点钟。上好是对一边较凉，就对一边去。拜5开始，东南部还阁会较凉咧，因为菲律宾东边有一个低压分系，慢慢地变强，影响到台湾东南部的恒春。这个热带扰动敢会变风台？未来这热带扰动它是逐渐增强的，但是现在看到各个模式，有些是预估它会变成轻度台风，但有些对于它增强的程度是有限的，所以这部分气象局会持续的看，但是看起来它的移动路径是还蛮稳定的，会穿越吕宋岛，再进入到南海，所以它的水汽在星期5、星期6到星期天会影响到我们东南部和南部偏南边的这些地方。今年第2号的风台叫做英哥，到底是飞来还是袂飞来？目前还阁无得卡，等候时间较晚咧才会知影。